去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文藝匯演。回歸29年，香港雖然經歷過唔少嘅風浪，但係憑住祖國呢個最堅強嘅後盾，香港越嚟越繁榮穩定。我哋依家身處嘅東涌，正正係最好嘅見證。今日係慶祝香港回歸29週年嘅文藝匯演啦。咁我作為主持咧，見到現場嘅氣氛咧相當熱烈啦。今日嘅文藝匯演內容非常豐富，由區內多間學校同藝術團體傾力演出。節目既有傳統嘅聲樂表演，亦都有充滿動感嘅舞蹈，更加有少數族裔朋友嘅精彩表演，一齊欣賞下啦！最後，祝願我哋偉大嘅祖國繁榮昌盛，香港欣欣向榮，嚟到和諧發展。祝福我哋香港咧喺新嘅征程上面啦，特別係咧喺我哋首個5年規劃上面啦，可以蒸蒸日上，將香港咧更加好嘅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，令到咧香港人能夠有更好嘅發展同埋更好嘅未來。背靠祖國，面向國際，做得更好。